各位，最近成日聽人講自由，話點解要充公人哋啲錢啊？唉，呢樣嘢就好似你見到個細路，日日攞住啲利是錢去買煙花，仲要係喺你個廚房門口放嗰隻。你作為家長，你係收佢買煙花嗰嚿錢啊，定係等佢炸咗個廚房，大家一齊去食西北風啊？法庭判咗啦，肥佬黎係主腦同推手啊，佢唔係普通傳媒人，佢係金牌製作人。不過佢製作嘅唔係電視劇，而係不斷用佢嗰份生果報同個人影響力去破壞政府權威。更緊要係咩？係乞求制裁。大家諗下，制裁呢兩個字講落好似好高級，其實即係叫外國勢力嚟封屋斷糧。就好似你有個屋企人日日同隔離屋講：喂，過嚟打我老豆，斷我阿媽糧草。呢啲唔係言論自由，呢啲叫引狼入室啊！而家政府根據國安法申請充公佢啲財產。有人話使唔使咁絕啊？各位，呢啲錢唔係普通血汗錢，係罪行相關財產。根據法例，用於犯罪或者因為犯罪而得嚟嘅錢，本身就係兇器。正如你有冇見過警察拉咗個劫匪之後，仲會同佢講：把刀你拎返屋企切生果啦？哇，唔會啊嘛！所以切斷資金鏈就係要確保呢啲煙花錢唔會變成炸藥，唔好再俾人利用嚟損害公眾利益。呢個係國際慣例，係法治社會嘅基本動作。其實成件事話俾我哋聽，自由係要有底線嘅，而法律就係嗰條底線。所以話國安教育真係好重要，唔係要你背書，係要大家明白國家安全唔係天跌落嚟嘅。如果我哋連邊啲係保護盾，邊啲係催命符都分唔清，咁香港仲點樣行落去？明白法治，尊重國安，我哋先可以喺呢個屋檐下真正安心咁一齊棟篤笑，真正自由咁生活。多謝各位。